啊，一个100年前进前吼，日本人吼，伊是先上比台湾都较先接受到这个咖啡嘛，所以伊用这个咖啡当作是咱迄外国人伫咧啉的乌茶啦，对，所以上早卖咖啡是伫咧茶庄内底卖咖啡。茶庄内底卖咖啡，开始卖咖啡，伊是农产品啦，算讲是讲阿叔啊伫咧啉的乌茶啦。啊，你讲台湾上早文献顶端上早出现着这个咖啡的卖咖啡的记录吼，是伫咧1897年时阵，伫咧迄个时候台湾日报顶端都有人刊广告，刊啥？顶端写讲吼，一间叫做西洋庵西洋轩，西洋庵欧风咖啡茶馆内底是卖西餐的，伊顶我讲过讲，伊有卖西餐，卖咖啡，都卖咱即摆囡仔上爱食欧姆拉斯啊，2包饭啊，算讲拍广告。除了这个欧风咖啡茶馆吼，伊的第2年吼，伫咧1898年时阵出现另外一个广告，伫咧报纸顶外这个广告顶外啥？酷戏日语就是咖啡啊，要啉咖啡都要去北门外八九庵哦。八九庵听的，但是日本料理店，所以表示讲吼，迄个时阵伫咧不管是西餐还是种料理店内底，就开始有人伫咧卖咖啡啊。毋过咱讲真正讲上早台北的咖啡这种西方的这种西洋的这种咖啡店，应该是伫咧1910年伫咧新公园内底。你即马去新公园吼，我迄个总统府迄个角啊吼，你有看到？有一间庙啊，公园内底有一个庙啊，因为离200公园嘛吼，庙啊后壁是顶方向公园管理处，迄栋一个100年前是一个2层楼的茶厝，迄都是一间上早咱台湾第一间西洋的咖啡店，叫做西啊，咱喺庙埕咧人西迄个西啊咖啡店，叫咖啡奈哦。伫咧1907年时阵，日本伫咧因东京举办这第6届矿业博览会啦，劝业博览会，矿业博览会，迄个时阵伫咧迄个有诶喏，即嘛上野迄个所在吼，有一个所在叫不忍池啊，不忍池，迄不忍池即嘛都伫咧边仔都有一个台湾馆，迄台湾馆内底有等是咱迄个时阵吼，100年前台湾诶农产品有啥？有包种茶啦，有红茶啦，都有咖啡豆啊，所以表示伫咧1907年时阵，咖啡豆啊已经变做农产品的一种，会使提出来卖啊。我想要请教哈你啊，就是讲，这2张相片看起来足像的，这敢是同一个所在？这同一个所在，这伫咧咱家人吼，伫咧家人迄落即嘛，足有名的酒家葱油饼的对面，遐义1路搭信义路的十字路口遐，这个所在吼，这是100年前伊的相片啦。边仔吼，咱正手边吼，相片迄日本时代迄个厝吼，你最顶外招牌有写吼。岸田无福店无？Kishida，这个 Kishida 像，即嘛日本总理，即嘛拄好是日本总理，因的阿公带因祖公，这个位，因阿公带因祖公伫遐做生意，开2间店，五福店都是卖布的，日本的因讲五福店卖布的，做伊种和服的迄种布料店，都一个是食茶店，伊讲 Kishida 部，就是吃茶部，都是一家卖咖啡，这因的阿祖带因阿公。伫遐做生意，即卖日本总理，岸田文雄，去西大上，因阿公带因阿祖伫遐做生意。安尼当时甲即个茶茶个咖啡，这2个安尼甲分开啊？好，我大家解释一下，茶茶吼，汉语叫吃茶，日语叫 kissa。kissa 本来早期是伫咧日本，因家己有一寡戏院因看一寡传统的啥物歌舞伎无，因迄歌舞伎附近拢一寡茶店嘛。你看戏看了，会使去遐啉茶嘛？像咱以前歌戏嘛共款哦，会使边仔有开出一个茶店嘛，所以这茶店拢叫茶茶。为中国茶茶的习惯传了日本了后，就变茶茶这2字，叫 Kissa。后来吼，因为咱头拄有讲着讲一开始这个咖啡是农产品的一种，所以因若看做是外国人伫咧啉的乌茶，所以不止伫咧茶庄内底伫咧卖茶，因嘛伫咧这个茶茶店开始卖咖啡。后来愈来愈时行了，变到茶茶店。你即摆去日本看到昭和时代东京足侪顶悬头前写茶茶，叫日语叫 Kissa，
拢是咖啡店哦，迄无咧，迄有卖茶叶，佮主角是拢是卖咖啡的哦。老牌咖啡店，像咱咱即马台湾吼，你若讲咱个1950年50年以后哦，只有老牌咖啡店哦，日本人看拢佮食茶店。